医生命款哈，我一定要分满分。你的一开头就打动了我。比赛讲嘛，我本来有个阿姊，佢特别要平安来，阿姊呀，哈咧，前年咧年下过身咧，所以来到还是会唱到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強下來。下禮拜六強積分賽，天天禮拜。禮拜，好了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席上來。羅桂麗先生，齊思飛先生，總飛先生，黃義興先生。積分賽比賽規則，大禮拜有無同樣嘅主題，參賽者自家選稿嘅。經過6禮拜嘅比賽，每一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做得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。我最近還有一個不務正業的 YouTube 我的視頻。開始了嗎？啊，對，要做網紅了。開始，因為我也平常冇乜送天師嘛，對冇乜送天師。你大禮拜送天師嗎？我就是主流電視台比較沒有上。客家天師台。客家天師台當然也係那個使命感，那服務一個提防嘛。好，在其他天師台看冇上啊。他剛好家裡有這個小孩子，他們有一個團隊也有在玩。啊，對，也是說服了我啊，大家就出去晃一晃，還得拍一拍，修剪剪，還不錯。介紹旅遊的呀，也沒有，就介紹也沒倒沒有，就是倒沒有，反正看到嘛該就看就抄嚟啦，看就抄嘅，以後夠了哈，就抵嘞，不務正業哈，不務正業，羅時豐 DL 哈，羅時豐 DL 兩名就有那個羅時豐 DL 不務正業，哦 DL 不務正業，反正我也不務正業嘛，我本身是歌手，哦，你看，然後後來又跑去演戲，又主持節目，又當製作人，那剛好就搞。我怎麼覺得在炫耀？那很傻逼哦。哦，真的啊，這樣有點炫耀是吧？他是不務正業嗎？哎呀，對，反正就是不務正業哈。哎呀，好啦，對，裡面都蠻好笑的內容啦。大家大概7、8分鐘、8、9分鐘看一看，笑一笑啊。數據啊，拿有人 sell 一下哈。這像自媒體時代。DL 不務正業。好，OK，好，好嘞，來唱欣賞講規則啦哈，桂麗欣賞。好，一禮拜主題我們副午餐。普通話我都來不及哈。副午餐，感覺怪怪的。有些吹歌嘞。請醫生請來副午餐，我是說叫人把試講，繼續整個副午餐。好，我相信每位在你嘅人生嘅經驗當中，一定會有一種遺憾，就是講想當初這件事情冇做到當大爽，但是我還有時間拉。我有做到我把今日問用，有冇？每個人回憶裡面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。有錢難買早知如此，有錢難買做底哈。係啊，今日主題就係很多副午餐，將人生當中嘅經驗透過唔自家寫嘅一首歌誒，拿一種經驗創出來。當然啦，青春有很多人嘅感情嘅分配，感情的拿捏當中有嘅。感情是個唱歌技巧最淺顯、最基本，但是也是最動人的一個部分。好，但是一部分你做唔好誒，今日分數就唔會大，好冇？好，副午餐感情拿捏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來，有唱 TV。TV 用力帶來，記唔出嘅先。好嚟，彈啦。秋轉感寒又天窗，
上上基建，望地下古代先的无奈意，途上红颜，掉轮流心意上冲。望当眼神，快每样艺术唱标，连天讲心，风乱故事无奈讲。你有感觉念是为占便宜撒仙多，你该信仰恨海的心田莫散去。爱用伴相依，舒心思念，期望双本意得上那千年万年，沙上基基，望着下古代心的无奈意，千年万年。常常要记记，望地下古代先的无奈意。终于没有忘词。给你讲真的要主题哦，也这个应该是非常感性。嘿啊，我回忆就会难过的事情，难忘的回忆。今边有乜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？前半段喺松本崖体验老公讲嘅声音咧，我虽然有3个声音咧，不过因为我们上一辈的关系，声音迄留本爸爸嘅片图，爸爸就出来。爸爸限制他不可以跟我有互动，有互动。就当初没有谈好。有，以前有唔伫你遐路咧，要讲啊唱声音转来，也迄默个啦。以前伊也都喊做咧，喊做咧联络啦，吼。啊，李下继续讲，尤其伫个的地方，我是从唔咧出现。所以还是因为你啊，脸书当风评，或是利用靠脸书的赖老声音的互相在联络，啊，看声音的高得好啊，唔系好，系啊，听一段，讲起来我唔明啊，听一段咧松本哎掠下老公个声音的，我老公系叫转来个，上天送给我的，唔过声音的，够神体的。夹在心里面就有一个保护说，因为多暗就想到讲，声音係佢開始嘅，所以他的心里永遠有那種陰影在。唔過我特擺是老係講，你要不用開，不用開佢讓佢走得開。哦，你一直想着他的話，也不能改變什麼。除非按用佢，我是。那咩唔對用怎麼樣去用版的情形咪瓦斯中毒，所以各位朋友要小心瓦斯要關好，要窗門要打開，莫不用到地外度，不然你永遠會有遺憾。真嘅，因為個聲音係當貼心，佢離婚加佢突然3個聲音，都要嗷嗷待哺，全部會個來嘅。然後佢吐嘅，佢讓放心出去外面工作，就會安樣。難怪佢唐創一條歌創到很艱苦。係啊，對啊。好定冇叫出來。係啊。有些哽咽啊。我這個寄不出去的信真的好難寄。真嘅，你用嘅寄唔出去。真嘅寄唔出去。哎呦，冇想到夾嘅。我看來當年的時候，安樣呼呼哈哈，安樣。其實內心還是有很多故事哦。我故事當多，做對下8點檔。下8點檔。真嘅。哎呦。哇！但是木相機，還是木相機嘅。對啊，你還是木相機，錄誒，你快快樂樂。你看來，人一大日頭唱歌誒，安陽是把事情都忘掉之後誒，真嘅，不要想太多，反正過頭了沒追不回來。對啊，對啊，來這裡唱歌啦，給我這樣給你大追捕，凝練一下，回去就睡得着。可以嗎？哈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阿唐一發欣賞公平啦，公平一下，好，來唱歸你欣賞。
我本医生份吼，我也这样讲，我本医生份吼，理由是乜解？到見唔出嘅新耶穌嗰個腦裏面創出來嘅，佢面喺度，我係望是談過嘅腦裏面嘅感情吼，就像唔家人講嘅，唔睇喺創本人前夫嘅來嘅，生人呢3個小孩，聽他創本人一下嘅老公嘅來嘅吼，我知道。證明就係也就係一個感情的所在。我這種來在談唔創也是過去的時間吼，唔睇佢創得出來，我心度上就會打算吼。假使你今日唔會歌詞唔記得，就算你創1隻詩2隻詩唔記，詩唔記得或者演奏的，我唔會 care， 我一定要分滿分。你的一開頭就打動了我，然後跟彈，尤其家彈過唔講，送門很多3年時間。我坦白講啦吼，也有一些可能較淺薄。我總係談唔創也是我心情，每種啊談攏啊，媽媽講嘅話，佢用各種感情，你冇，叫做諄教誨，總比對自己種唔判斷，完全今天在這首歌裡面表現出來了，非常非常的打動我。但今日，老爺這樣子一個比較，我們講比較後現代的客家歌曲，你也表現得這麼好。那足可證明一件事情哈，人的潛力能力無限，只看你自己用不用心去努力學習而已。楊麗如，你做到了，恭喜你！謝謝，謝謝，加油！哇哦，密斯米夫呢？哇哦，直接搶啊！對啊，係啊。那其他老師的分數我們聽用冇聽啊，看一下就對了。來看一下，來。好，看一下用力嘅分數。什麼欣賞？謝謝。這個15，哇，這不得了！謝謝。對，那今天就不跟你開玩笑了，好，謝謝。好了，回座休息。謝謝你的分享。好，沙雷，陳友賢帶來風行起離行。來，躺啦。
这个制作单位是怎样啊？要助体就要，哎，助体就要用了哈。就是会赚人热泪啊。可能是要回忆一些自己平常时不会想到的事情，因为心态不会父母惨嘛，来不及，你就会有很多人生中的遗憾呐，所以就会让你去想到很多很多的个事情故事哈，啊。还好吗？你刚刚你没有 hold 住哦，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应该把它 hold 住因为你哭会影响到歌唱哎。你只能眼泪打转而已。我很尽量，我很尽力了。那这首歌你有想到乜嘅？想到乜嘢？我想到平爱看他生中陪我一起长大的小狗。因为我哥哥姐姐就太爱卡台，他们就是大我7岁、9岁、10岁这样子。跟我都我太后以前我係讀音樂班的，我會都不卡練琴，佢就會都旁邊有看我練琴，然後水磨啊用。他們練琴嘅聲音當中的水就出來。下次嘅時間，佢們係都旁邊啊用皮墊啊。不過就係我高中嘅時間就都特別讀書誒，我就佢就都沒有練嘛。有一般我專業嘅時間，我就問我媽媽講肥肥妞冇到不卡，咁嘛就佢講我驚我就是傷心嘛，佢就唔敢讓我講，佢就講他迷路了這樣。然後我就講，佢因為冇可能嘅事情，佢也不肯按熟使用個可能用。後來佢咁樣講，就係我上台北嘅建議，佢就出去本冊重寫。所以你也冇見到佢前頭面，知道誒？冇。幾片幾多年？幾片小二、小3到高中2年生。我那感情那有沒差不多10年嘞？對呀。因為我就爸爸媽媽要出去做事嘛，就不卡就捱老幾天天，就接到老教啊講乜嘅，捱就老講過他假使以後有因應啊，做得去到舞台上表演，我喺中國誒，就係因為我帶佢一件事情。亞洲的。很謝謝他給我這個勇氣，可以站在這裡。有緣分的話，他會再回到你身邊的。對。我特別做過一件事情，因為小時候那時候還是傻瓜相機，就底片的那一種。我爸媽冇都不看，就會拿個相機一拿一凶。有一半我以為這樣不會被發現。有一次我爸爸去洗那個相機呢，沒有用塞出來，全部都給我一個相片，我媽都偷偷的出條拿了一凶呀，然後全部 pose 都差不多這樣子。跟我哋應不看沒有沒樣樣，當你說一模一樣，每張照起來都一樣。好啦，對唐先生公平哈哈，施碧先生。好，今日聽伊從的這份衰。結果製作單位出了一個這麼困難的題目給你們，好，因為亞洲父母才亞洲題目啊，其實對於參賽者來講，我說比較白叫做殘忍，好，殘忍，但是它也可以從你心裡面，應該說是你可能內藏在心裡面有很多的故事，不願意拿出來說的，透過一首歌誒來表達唔自家呀心關度的想法。其實我係動接案嚟寫歌嘅，咩動接案嚟唱歌嘅，所以其實剛剛主唱提到參賽者都唔來講，人家兩位你唱歌嘅都有一種就是頭皮發麻的感覺。然後就會講，你今天比較吃力的地方是你可能問題都冇啦，所以在這上頭會比較吃力，所以以為提供在表現的時間。成為假音的部分，你就轉不上去，會音準不準。好，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。
但是我还是很称赞你们。今天我只听了2位，就已经头皮发麻。那后面4位，拜托，我很想睡觉。没有，继续让我发麻哈，继续让我发麻。谢谢。好，什么欣赏？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本书的。请就先给分数。就是一分，加油哦！哦，给你可能你没有 hold 住啦，没有 hold 住，所以会影响到，很容易 hold 住，真的不简单。好啦，是吗？就先就可以哈。好了，沙雷，恰家己带来落水，来，等下。落水的不怕。你刚唱歌，我也有发麻。对呀，好冷，真的。时间才是万般难。妈妈青蒿糖中国，对你创歌嚟講，非常嘅支持嘛。係啊，因為而家愛唱歌嘅，係而家好聽歌嘅，你可能就用關 CD 俾佢。關 CD 哦，基本睇下可以哈。證明一件事情，歲月不饒人。有通打落沙，破草无坎，来自开过来，冲过破塘，来走破边，冲过破塘，困到落水台，心里老翻天。你好，佳琪好。哦，要调歌诶，你诠释起来，某空庸哎，然后秋里某空庸，有你的味道哎。当然。你现在唱歌进步好多哎。有听突听狗。我有拜拜。你有拜拜？对，有拜拜。你是说大家没有拜，所以这样子吗？可以，大家可以一起去拜拜。对，每次你们都会在那边拜，我都会去那边拜。啊，真的哦。那为什么你拜有用，我们拜没用？对啊。
我们拜也不能说没用，我们拜错方向。对啊，我们拜还是下次要换个方向，还是 delay 啊。我拜很多呢，我祖先还有土地公啊，然后观音。你说在这边拜哦？没有啦，家里请这么多神来，就家里也有拜，对不对？哦，虔诚。这个有认真练习的。有啦，有练习啦，不然求神拜佛也是没有用。对啊，叶条歌的献不满意。是献给阿婆，献给我阿婆，因为从小就是阿婆照顾长大。阿婆突很胎。对，爸爸妈妈都在忙于事业。他们都很努力工作，因为我们很多小孩，所以都是阿婆在。5个小孩。对对对，阿婆在帮忙。他说他有4个姐姐啊，他是最小的，我应该没算错吧？对。那阿婆现在呢？阿婆现在。已经上天堂，已经1年了。才1年，1年的时间，听听哦。对。你多岁这位？88岁。哇。哦。也算很长寿。对。那你这跟阿婆的情感应该是很浓厚哈。因为从小带到大。以前没有好好珍惜，真的是。会觉得，因为从小就是阿婆带，可能会觉得她一直在身边。对，然后真的，等到她离开了，就很舍不得，就觉得一直没有好好跟她说一声谢谢。借由这首歌可以好好的表达。这父母餐也很符合俺根本的一个主题啊。你刚唱歌，我也有发麻。对啊。好冷，真的。你坐在我旁边应该很热。没有，真的。给那睡哦，我真的就麻掉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。真的，我也很少有这种感觉。真的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大家一直有这种感觉。对啊，是卡到音吗？我好像还好嘞。还像紧张。那你紧张？阿 B 紧张。是佳琪，确实哈，从今天例如，然后。一直到你每一位一开口，其实都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。也不念掉说狗狗，我觉得你刚进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哈。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你的方向跟你的声音的表达，选怎么样的歌适合你。好，我觉得很棒。那接下来就是技巧的部分，而且我非常喜欢你上一次的演出跟今天的演出都是你的副歌。2个层次做得很不一样。我最喜欢你上次整个手都打开了，这次也感受到你整个声音都放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层次是非常的加分。但是在第一个副歌比较弱的地方，给你一个建议，因为你冲口给死结，上个礼拜也有在走楼梯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共鸣的位置不能跑，不能你本来的共鸣就不会低，但是你啦西西。婆婆旁要在同一个地方，你不能啦嘘嘘婆婆旁，这样就会爬不上去，而且腾跳过这个跳动的音阶很多，如果你没有把位置 hold 好，音准就会有一点跑。啦嘘嘘婆婆旁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。今天我觉得需要给你一个建议的地方，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地方的线条，比如啦西西，我就觉得啦西西，这个尾音要收好，婆婆旁尾音要收好，这2个尾音收漂亮的话，我觉得给波尼调数勾给你会做得更棒。好，但是有成长、有进步的空间，才是我觉得是更好的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可以，好，啊，掐打体的部署。恭喜，这个分数还满意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再进步，还可以再进步。他上礼拜很高分。对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沙了，来民謠來咯，嚟精粹藝嘅欣賞。我嚟彈個啦。强强回头看以前行过的路，层层心酸拢心痛。
世万般难，当作是人生的路程。虽然路途艰辛又难行，爱自立自强排除万难，你后长就光明的前程。强强回头看以前行过的路，层层心酸拢心痛。奔波的人生途路，风风浪浪，爱一步一步慢慢行。世间真是万般难，当作是人生的路程。虽然路途艰辛又难行，爱自立自强排除万难，你后长有光明的前程。两位主持人好，来泰国好，好，今日一条歌献本满意呢。献给妈妈的，系妈妈，哦，系妈妈含水冇？冇水嘞，冇水嘞。妈妈青蒿堂中国，对你唱歌嚟講非常嘅支持嘛，嗬。係啊，因為佢也愛唱歌嘅，係佢也好聽歌嘅。基本上好唱，今擺咧我家做些來講，佢咩會唱歌嘅，會聽歌嘅，尤其都係差唔多60人些時間，佢就當佢聽下嘅講嘅錄音帶有冇啊？會錄音室錄個錄，你講錄嘅全是松本記就出嚟，唔係藝術家。即係發展去做錄音室，對，啊，去錄到安尼 cover 嘅歌詞，都專人唱歌嘅歌嘅，錄到佢愛聽嘅歌，佢愛聽嘅歌嘅本記彈嘅。係啊，哦，啊，佢樣是用卡帶，佢樣是用卡帶，係，哦，係買一台順機嘅本。哦，佢就當然磨咗出嚟，係啊，咁唔樣嘅呢一種嘅東西，錄音帶嘅東西標唔叫咩？會發霉，會發的，咪可能就用關 CD 俾佢彈。關 CD 哦，基本睇下可以哈。哇！你係我後生嘅時節的相片，係，好。哪裡啊？可以嘞。證明一件事情，歲月不饒人。時間是把殺豬刀。以前蠻帥，很帥氣耶。你啊，現在也很帥，冇強勇嘅感覺啦。也太有彌陀啦。所以佢比較就媽就當然因表演他們。哦，咩無停，而家無停，係表無停，由於個愛落照顧嘅時間，你等於表背堂，係啊。我自家聲音嘅嗬，係啊，哦，可是以你為榮呢，那呢，這個很好，很值得紀念的一張。非常好嘅紀念。雖然留先主要佢留起來本媽媽堂啦，係一種孝心嘛。係啊，同好，好舒服咯，係啊，等於唐人嘅歌就身體健康嘅。最後一個啦。
最后一张了。最迷的哦。哦，留好了。系啊，传家宝诶。对啊。哦，以后留本也生一年。有交代。现在已经交代好了。安尼好。交代好，终于走谁的那个搞。对啊，没。还有伤嘞。没有，现在如果不讲的话，以后变成真是来唔插。夫唔插，唔會啊！連下天師當我講，唔會夫唔插。對，人生都快樂，莫想莫，好嘞。來，唐先生講一下，王奕先生。你唱歌嘅時候你問啊，唱歌嘅基本功，那基本功是包含嘅佢唱歌嘅口型，還有咬字、音色、音準、節譜，呢部分你都要在一定嘅水準吼。呢首歌曲。記得上禮拜你唱油桐花，跟先生有來你講，你唱歌誒特別誒，要注意強弱、強弱，因為一首歌曲表態嘅一定有強有弱，就像你講法，要表態嘅你嘅感情，要強，要感情，要嘅強弱吼。那首歌曲你一開始所以強，你基本有做到，我跟其他老師覺得你今天有進步哦，基本有進步啊哈。但是有一句哦，雖然路途艱辛又難行，你200你都會唱。雖然路途艱辛又難行，假使講有的是哦艱辛，你有一些個陣營，你來一個。一起聽啦，啊，你注意下。雖然路途艱辛又難行，然後你聽我唱嘅又艱辛又難行，安尼較有感情。哦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先生。來看一下分數哦。看一下賴金錘嘅分數。重新做起，重新放棄。我爸爸比較早逝，那叔叔跟嬸嬸對我很好。那像爸爸一樣。對，我女兒結婚的前1個月，本來也跟叔叔說好要請他來帶我女兒步入禮堂，可是叔叔過世了。對，但一直是我心中很痛很痛。阿公，他是第一個讓我面臨到死亡這件事的人。如果他可以。晚一點走，等我長大之後，我們就可以帶他去旅遊、去玩什麼的，對，所以我就覺得很遺憾。看一下分數哦，看一下賴金錘的分數。謝謝老師。好，太好啦，93分，還4禮拜，好，加油啊你，繼續加油，謝謝，大家在面當好，好嘞，沙雷，韓語比係蒙比下帶來，是蒙干槍，好嘞，當然。新嘅
哎，你好，这好，谢谢。哎，刚差一点忘词了。差一点，那有忘掉吗？没有忘掉，没有，那就还好。对，哎，还好吧。想到什么事情让你差点忘词？因为我爸爸比较早逝，那叔叔跟婶婶对我很好。那因为爸爸过世之后，我很叛逆。考试考。你爸爸过世的时候你几岁那时候？高一。高一。那曾经就不爱读书，考最后一名。曾经考最后一名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也有。没有，那叔叔，我就想要不想读书了。那叔叔就是鼓励我说：“爸不在，你更要坚强，就像刚刚歌词里面唱的，要东山再起。”对，一直在鼓励我。那一直到我结婚的时候，也是叔叔牵我步入礼堂的。对，那像爸爸一样。对，那很遗憾，就是我女儿结婚的前1个月，本来也跟叔叔说好要请他来带我女儿步入礼堂，可是叔叔过世了。对，那一直是我心中很痛很痛。就是你女儿结婚前没多久，你叔叔前1个月。哇，那真的，对，相当措手不及。对啊。你知道还有一个更感动，就是因为我生小孩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都不在，那叔叔他们就是从礁溪抓了土机，坐第一班车来看我，怕我说没有家人来看我，会对我觉得。想到这个我就好难过。叔叔就好像你的爸爸妈妈一样，叔叔婶婶都一样，都对我很好。对啊，他也不会觉得说不是自己的生的，视如己出。我是说，人家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我是有2个爸爸2个妈妈。你这叔叔跟婶婶真的好好哦。这样也是很幸福。对。对啊，所以。我觉得我不晓得怎么感谢他，就是感觉这首歌《什么感谢你》，我觉得千言万语就不晓得怎么讲了。对，不要难过了，不要难过，我们好好把歌唱好，然后给他们听，他们一定都听得到，谢谢。我们就把歌唱好，好，更加油，更努力就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来唱桂林先生，来毕加。我先讲一点小建议，就是说，包括后面的几位参赛者都是一样哈。那你的眼泪可以打动观众、打动听众，可是也可以打动评审。但是比赛跟表演是2回事情哈。你在场上比赛的时候，你可以因为你的眼泪阻断了你的唱歌，你 hold 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断掉了。那种感动你可以打动观众的，可是在比赛呢，你就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你的感动来自于你的歌声，而不是来自于你的眼泪，请记住这句话哈。好来，那个毕加，你今天唱这首歌呢，其实我一直知道毕加你是一个能唱会唱，而且实力在相当水准以上的。可是今天这首歌不单只是今天哦，前面已经有好几次，我发现你的定 key 上面都有问题。这首歌你在升2个半音，升1个全音都没有问题，你的高音都还可以上去。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帮自己定 key， 每一次在练歌的时候哈，有些人是直接打，像这种男歌女唱的哈，那定 key 很重要。老师的 key 是男生，然后你要怎么把它转成女生的 key， 或者转成适合你自己的 key， 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，你也要去做。我今天这首歌你只能我只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，好，那你要重点就是一个定 key 的方向，你的实力各方面前面讲过都很好，你要加油，定 key 学起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先生，可以要给个分数，可以要往比下的分数。谢谢你姐。还可以不差啦，还不差。对，其实唱歌不一定就说一定要把这个眼泪流出来。对，因为其实唱歌是要好好说故事。其实我相信每位参赛者都跟我一样，一直在忍住，可是总是没办法控制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冲。这个希望你继续加油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都可以哈。好，来沙雷逢前一帶來演流前鋒。後堂嘅各位。
大哥好，姐姐好，心意好啊！今天唱这首歌献给谁？阿公。阿公哦，你隔代教养吗？不，一半，就是因为爸爸住一起，住很近，在同一条巷子。然后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是下课就是回阿嬷家等妈妈下班这样。吃饭那种，对，然后阿公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，他因为小孩受日本教育，他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，可是他就是从以前就是务农，很辛苦，对。然后因为家里小孩很多，我是最大的小孩，孙子最大的，然后就是他会比较严厉，因为小孩吵闹嘛。但是我知道他用的爱的方式是比较偏的内敛的。他知道你喜欢吃小笼包，可能下午你下课时间桌上就会有小笼包这样，对。请弄一个就要用，没用讲的啦，没用讲，他用行为，用行动表示。然后遗憾的点是因为他在我国中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他是第一个让我面临到死亡这件事的人，就至亲。就是在你周边的，对。然后就是例如说，我可能在找像这次直播单位要我拿相片，然后我就开始找我家的相簿柜，然后我发现天哪，我跟我阿公的合照好少，都是很小很小时候的，因为我后来是听阿婆在讲说他们以前就是务农，然后很辛苦，要养7个小孩，所以其实他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，没有出国过，然后带他去旅游的时间也很少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时间都在照顾孩子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他好辛苦，然后觉得如果他可以。晚一点走，等我长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带他去旅游去玩什么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。人生都很多的这个对，然后来不及，对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幕是他后来生病，癌症很严重，然后在家里躺在沙发上，那时候没有人顾他，可能爸妈都去工作，阿嬷也有事。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，可能写我的功课，然后他躺在沙发上，然后我看他很痛苦的样子，就很想要去安慰他，或者是帮助他什么的，可是我说不出口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对，所以就是后来想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哎，好可惜哦，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很小，不懂得怎么去跟长辈相处，然后。就是跟他聊天什么的，就觉得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，就很遗憾这样。真的有时候，对啊，你也还没成熟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其实讲到这个故事，我的故事也很多对，改天有机会再聊。对，大家都有很多的故事啊。对，也谢谢你的分享，好，谢谢。那看一下，司理先生。好，新宇，其实雅个嗓音一车就带有一种有故事性的嗓音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的表达方式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你今天其实你的声音一直在讲故事，你的声音一直在讲故事。可是我总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隔阂感，跟音乐的部分的隔阂感。意思就是我没有听到那个 match 点，就是
我整个乐团出来的音乐跟你的声线，它并没有贴合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可能就是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，亚叔国外来懂 hip hop， 可能在声线上面的配合点，我们没有去转换到我要跟着音乐的共鸣点，跟他一起做。有赏时，像还会编啊，给上。有时候我会变我自己的声音，压低在哪一个地方，可是有时候我的声音我会拉高。这个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在寻找，我可能要这样的一个乐团，它出现的音色的时候，我的声音会去贴合它。可是这个部分可能必须要有很多的判断，你才有办法。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在表达，我觉得你可以表达得非常好。现在我只是觉得在这上头，我会比较多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议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在练习的时候找出自己更多的表达弹性。让你自己在跟音乐的部分的贴合点能够再多。另外呢，以利亚叔国外文玉在唱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小转音，我觉得碎音的处理你绝对有办法，只是说这个歌哈，如果要听到上百遍，才有可能带入到我举例就是好像烦恼啊哈不是伊也好梦，天茫讲就风冲，不管有几多烦恼。是对人讲，这种小后面的处理的小转音，它照理来讲的碎音应该会很棒的，只是有时候我觉得你省略了，很可惜。OK， 安子 C。好啦，那就看一下平均的分数了。看一下梦琪一个分数。92分，不是你的水准，保守分数，加油加油！趁4礼拜听听啦，好不好？加油 ，OK， 好，对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好，传统组，天意在礼拜1分水，1分水，哈，来，接受评审欣赏。好来，立秋下欣赏。林在一欣赏，罗伊欣赏，查吉的欣赏。现在介绍的先问他个送一下，送一下，耳朵出油一下，糖后糖让各位听出耳油来啊，耳油流出来，糖到你好个欣赏，因为都烟囱。哎呀，因为欣赏，讲说佢本身佢做个欣赏级的，但是佢之前有来参加过安尼节目比赛。正经，你好欣赏人参加比赛。因为吼，拜托佢来哈。哦，拜托佢来，做示范组就抽了。结果后尾吼。哇，出唱片啦，许多东多的关注，而且得到金曲奖，哎呀，係咪？不得了，唔知得到冇？唔知有啦，有，前逼，來彈一下，慢言呢，有唱不慢？風先生，係，我嚟唱《山歌子》，來彈過啦。比賽講嘛，我本來有個阿姊帶啊用貨，用貨，佢特別會平安咯。阿姊呀，他咧，前年咧年下過身咧，佢啲啊愛食嘅鴨翅啊，佢就買嚟幫我食嘛，買嚟幫我食一個，買包幫我帶轉去，所以來到一，佢就會想到。风南
持人吼啊，咪叫无见啊哈，两年了哈，哎呦，会惊年啊，这去那边转啊，都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出个比赛啊，出个表演，冇啦，冇啦。哎呦，今日又出唱片的嘛，哎呀，因为我唱的多来，哎呦，转上来呀，叫冇来你呀，想我来伴大家看一下，唱歌伴大家躺一下。老多个歌星吼，平常时要唱来节目吼，很难，冇咁简单哦，还现实的，有时候出唱片的时间才会来，得到金曲奖上款啦，厉害，唔拄好诶吼，乜嘅唔拄好，跟住有實力啦，唔係啦，安尼啲客家嘅山歌好聽吼，係真有興趣學，有興趣，非常所以你一開始有真欣賞咯，我一開始咧欣賞就掠位啊。你手下欣賞，高徒呢，名師。哎呦，我聽欣賞千多年。哦，這年啊。手下欣賞真係搞出了按多按腔的學生啊。坐育英才。真懂吼，因為啲客家傳統文化，你就會啲客家歌謠傳統就啲客家文化，你那精神的食糧嘛。如果你哋用那嘅大舞台以後，客家啲歌謠做嘛見嚟見興旺，就會有啲嘅舞台。他就上去學習，上去看，所以我安尼講，整件一句話就按到薪火相傳。薪火相傳。鳳珠當初上來學嘅時候，學夾板咧。夾板咧嘛。夾板，佢當然真。這個哦，一般可能有一期。唔，我要禮拜二到禮拜二對。我要夾板，嗰啲禮拜要夾板，佢聽日就夾板。135、246啊喏，佢對吼。嗰兩是當興趣哦。係哦，我係要個學生聽日，一禮拜聽日只有9班咧，係要。哇！9班哦。冇佢幾多出按學起來啊？啊，鳳珠嘅條件真好，生好，嘹亮，言要正，要定性，裝架先生。冇錯。係啊，有咩我遺傳啊？我傳啊，這對啊，有冇錯？小天老師，你要本來一定要面子，好唔好？小天老師，你的笑聲太大了。係啦，你唱歌就會唱佢人練，所以佢哋應該要得獎。啊，自家又會作詞，又會作曲。你啊，欣賞以你為榮。好，什麼？好棒！哎呀，跟欣賞用功，好開心哦。所以講也幾樣事欣欣賞高，哦，啊，天天按多班，也問其他安尼好唱歌的天天，係啊，正經係薪火相傳嘅。跟也要教幾多班？我哋下要教4班啦，4班哦，係4班，還有小學有1班。哦，小學嘅，係小學，國民小學。哦，去學教嘛？去學教唱山歌嗎？係。哦。去學教教嘅係山歌也有嗬，客家流行。客家流行童謠。哦，童謠一定來吼，童謠就從細就同嘅客家嘅沉浸式教學。最主要係講教客家歌。傳承應該母語，真好，真好，係咪啊？我在客家有你，真的真好。哎呦，什麼歌？過獎了，對。不要鞠躬了。對啊，今邊安尼都麻煩咯，我哋做安尼客座教授，客座嘅評審，好嘛？好，什麼？不然你給學員們自告一下。很感動。係啊，多謝。好，謝謝。什麼？搶籌一下。好，咁你堂後堂嘅嗰個場地，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啦。唱欣賞嚟講一下規則，我們國寶級的李秋霞老師哦。好啦，點樣講？點樣主題啊？我問啦，賺到幾營業？幾營業？幾營業？你會想到唔幾營業？有乜個重要嘅事情，要出得你反映嘅事情，佢們用個歌嚟呈現出來。所以你佢們係必須你就用歌詞創作你嘅感情。你係非常重要啊！你欣賞同你當人嘅啦，表情、服裝你嘅感情就詮釋出來嘛。歌詞要自己寫嘛？唔是，我有見，但是你嘅將你嘅故事用啲歌詞，可能用乜呈現出來，你非常重要嚇。希望佢們唔好緊張哦，雙會有點班，有唱班咧，咪要唔記得歌詞嘅哦，佢們愛聽客家人咯，聽聽心情來穩下來，唔好緊張，加油！好，對，嚟安尼做結交嚟進行今日比賽啦，係啊，嗬，準備好啦，哈 ，OK， 好啦，有請 TV 用桂蘭帶來片板，嚟，等下啦。
咪冲都不差哦，后堂，有感情，有感情啊。个安尼今日安尼主题，迄上到几年，转到几年，我转到几年就会上到跳过，我有来比赛讲嘛。我本來有個阿姊帶啊用貨，用貨，佢特別會騙我來。特別會騙來比賽。我帶總啦啊，總啦。就是啲台北市客，安尼哈。叫我來試下。騙咗出嚟。因為佢晚年就是說。你有多少姊妹？我還有6個細妹嘅。 6個細妹。我T4嘅，佢T3嘅，佢係上面幾隻姐姐，佢睇我4歲。4歲。但是佢晚年吼，心無好，身體較無好，身體無好，然後孤單一生嘅。以前係我同阿姊兩下環境較好，會支援佢。因為長期沒辦法，因為我哋總啦，我有做了關懷據點嘛。然後那個我很感謝了紅道基金會的，因為佢有人喺度合作，有幫那個孤獨老人哈，大概有很多資源，就是譬如說哈，過年啊、過節啦哈，機會沒有機會有現金。幫我撒去吼，然後我帶老人家去，幫佢去買東西，因為有的家庭真的是生活非常的困苦，所以我會突然間就去買咩，就係那個機緣，後來我就拜託了基金會吼，讓阿姊嘅情形攞去講了係真嘅佢去評估嘛，然後就贊助一下，對，沒有每個月他可以領到大概9200塊，就可以解決了他的生活。然後如果真的冇啦，我哋就再個支援佢。對對對，所以來到人老年，我就會想到佢。阿姊一下咧？前年咧年下過身咧。對，因為佢經濟冇好嘛，有擺吼，佢啲愛食嘅牙齒啊。佢就買了幫我食嘛，買了幫我食一個買包幫我帶轉去，所以來到人，我就會想到佢。阿佢吼，佢去買翕相，我找不到他的一張相片。佢過身的時候，佢冇照片好簽到，將個身份證呢，相片，錯，用佢身份證呢。翻拍啊！對對對，係。係咁樣。哇！咱睇人死死啊，你咩冇去度死呢？對，冇去度死，不過艱苦一生因果咧啦。錯。對啦，講真，離苦得樂。對啊，對啊。命啊，嗬，有等人都係，有等人哦，得老嘅時節哦，非常嘅過到非常嘅好。有等人就就中老就是一種古稀啊。所以你嘅社會很係親溫暖嘅哈，譬如講有很多基金會真的。我們關懷據點就有很多基金會哈，會跟我們合作哈，然後很多孤苦無依的老人，好就可以得到一些的，對對對，所以我很喜歡做這一塊。還好有你們天使，沒有這些天使們，做到輕快樂啦，公司太高。做到輕快樂啦，會有福報啦。可能安一批得唔到，安尼下一批會享受到安尼福報嗬，係啊嗬。哇，謝謝，多謝人分享嘅故事，係咪？好啦，多謝人分享哈，感人嘅故事，係安尼來談一下欣賞嘅公平哈，唱秋下欣賞，秋下欣賞要想到乜嘅事情？我想到我媽媽。好啦，因為幾人該創作嘅欣賞講給阿姊，安尼想到你也請到老人家無人照顧啊，按照佢姊妹感情暗好，因為咧主題也有創作大家人嘅欣賞，所以你希望講，你有看電視嘅後生人，記得你講家中有兩尊佛。唔是到西天去求佛，要靠阿爸阿媽還有佢，他們沒會落嘛，對啊，所以因為貴人創出嚟啦，佢欣賞感情也創出來，同時佢服裝方面我也非常非常嘅欣賞，因為你客家風佢個俾我本嘅分數，
我俾你送一些花好，你送一些因为你歌词现在你佛到那边又多转来哈，今日那首歌我唱得非常好，感情全是情话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先生。我哋看一下佢嘅分數，看一下永歸來嘅分數。真的，上都非常好。刚才咧大下糖都哇，糖一時嘛，當真，好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96分，係咪96分？還有4禮拜，加油啊你，好嘛？繼續加油，好，回到休息。好嘞，沙律吳丕源帶來3個字。嚟，等我啦。你好，用力祝福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好，今日有乜嘅故事嚟同大家分享？分享一下。我分享嘅係阿公。阿公，阿公嘅故事。因為從細都睇聽阿公嘅感情都以好。只是你那算隔代教養嗎？阿公獨胎沒有，代共下聽聽啊。對，代共下。三代同堂啊。阿公特別錫佢。係啊。因為親戚。哦，親戚蠻順嘅。然後我啲學校，以前啲幼稚園啲學校嘅時節，有去學校比嘅演講。演講比賽，課語嗎？對。哦。課語的演講比賽，然後阿公有一年就係身體唔好，然後佢就。一直要評愛戲，然後評戲比賽，然後有一年佢就身體唔好嘛，佢就一直要帶兵評愛戲比賽，然後結果等下比賽比賽之後，佢就先去看醫生。哦，佢有動陰瘡嗎？齒齦癌。啊？齒齦癌。哦，所以非常像就錯咧。原定咧，原定啊，特別比賽，參加比賽啊，種唔敢用嘅，佢就愛就關心，因為嘅時間冇人做得平安戲，就只有阿公地方。其他不可以冇行。就出去嘅。佢竟然要拿到好嘅成績嚟，嚇。有啊，有拿到第一名。有，真的啊！阿公有看到第一名，真感恩一塊醫生。係啊。哦，挺好啊。佢阿公呢？阿公啲天堂誒。天堂，周賢那樣。對啊。咁你佢應該咩啲天堂一定要保護呐。係啊，因為佢以前咪會見看農業大旅團。哦，真見哦。哇！安尼農業大旅團有減低啲觀眾朋友。所以捱了比賽就會本佢啲天堂看到。充滿阿公堂，係充滿阿公堂。所以人嘅心願目標就係好好練習，好好唱，唱好來本天堂嘅阿公來聽，來看受嘅。
哈，嘿，就错嘞。好哦，那你就要加油哦，好，好不好？有好，好，谢阿妹。好，来，来谈一下欣赏的作品，来，再一欣赏。你啊，佩云哈，头摆开始是看在国泰式比赛场面看过哈，也非常的認真，肯定進步哈。一個優點咧，一個顏色，韓國嘅運氣各方面咯，非常嘅好。韓國咧可能對一家庭咧一種嘅感受啊，能夠寫出一樣嘅歌詞啊，也好。但是咧，因為年紀嘅關係，所以一個功力啊，還係要加強。在比賽當中咧，我係咧一種我嘅老經驗，我哋講出來本堂啊，本來嚟好比一啲個。雖然寫咧歌詞咧係有深度上嘅感想，但是條下唱家嗬，看到啊，我哋啊松樹啊，你知道松樹啊，樹嚇，咁咧師生咧就要注意，各位嚇，做日做夜。做嘢咯，啊！一當到你要注意到，你下多後背六強過後啊，你再注意，因為你下應到經驗，但是人嘅今日嘅表現也非常嘅好。好，也都係路線咁樣傳承啊，嗬，係啊，本得啊，你嗬，將一副用研究啊，你嚇，研究啊，來，看一下大家分數，好。請風主先生公平一下。哦，安尼好，補充一下。排這嚇。好。安尼個配員吼，我感覺佢按後生做得唱安尼個三國志唱按好吼，也真難得啦。真難得。係因為吼，我感覺我頭擺學啊，三國志老平板搞唔清楚，係佢按後生做得唱按樣也以好。不過我彈出來一啲啲咧，讓人建議一下吼，是講唱個老人家，而係高八度唱嘛吼，老人家嘅老師可能會。好啲啲咯，哎樣冇是會太牽強，哎樣嘅咧，因為卡樣嘅。韓國茶嘅後背轉音做得好轉好，柔和啲喎，嗬，哎樣延長聲好多啲啲咯，好叫唔會了茶啦，有啊，好像兩杯茶。好，加啲啲咧，加啲咧，行下好，好就咁樣。好，加油！你先生講你較少講客，較少講客講真，做到嘅韻味哦，冇人改嘅，所以客話多講。哦，唱到會越來越好，好冇？聽錯未？以後幾天做唔得講過一樣嚇。嗌講咗喎，唔做唔得講。呢個啥講咗？好來，看一下哈，吳丕雲嘅分數。條件亮啲，就是用我嚟，係啊，按強嘅咧。係啊，見每平時線上有本感通到。好，恭喜啊！恭喜พี่咯，大家繼續加油，我做休息。好嚟，殺下嚟。殺嚟聽清修帶來路漸法。等我啦。上渐渐发，望苍啊，眼
主持人哈。你好，功夫高手。係咪？對，請教一下啦，哈。請收姐姐好。還有乜個故事同大家來分享啊？哈。因為倆處咧路漸漸發，本來青島體育班。係，因為我體育班學會創嘅就係路漸漸發，伊體育班去比賽吼，咩兩條歌？咩係兩條歌誒？啊，體育認識嘅朋友、客家嘅朋友就係之前有來參加嘅張瑞香好朋友，韓國何山妹，莊水祥要上一粒字嘅嘛？係，因為吼去比賽時間我都冇熟悉馬莎。啊！一個人當緊張，其實行前來冇嗌，結果講起來以後，張弟講啊，我哋會廿愛啊，條歌吼後生嘅時節吼，算認識咧。哦，係做朋友咯，做朋友咧，嫁爸爸嚟嫁媽媽添婚嘅時節，我爸爸去做車咯。哦，當叫嘅咁嘅安樣文講。淵源親舊咧，係，啊，主要因為記得吼，認識記得，啊，鄉下去歌唱班唱歌誒，啊，伊要唱我講來了位無記得，我都冇可能冇個勇氣學來了大擂台，所以我當感謝記得，係啊。結果實比到後背佢帶人來，就選在衣服卡，按下條都有，係咪？所以唔會啦，要記 P 歌來就好了。係咪？係啊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好啦，我哋唱到唐先生嘅貢獻啦，哈，嚴先生。其實大擺看胖太這個你係認同哦，感覺會出來係只當認真啲個準備比賽嘅人啊吼，所以感受到你嘅認真，相信吼主持人了濃你嘅聲音咪係當笑容吼，其實啱就係唱歌，你本來想愛嘅成績就係歡喜就好。好，不過轉到講比賽呢一件事情就係，一般按你講嘅小條歌曲，嚇，就係本人彈起來當聲音啊，當樣聲啊，嚇，彈起來千萬鳥人一樣嘅感覺，嚇，所以係講喺呢首歌曲本人建議就係講，佢故事看大家一樣先來表達，嚇，因為呢個故事寫好嘅，所以係。最聲音嘅部分可能就係你唱到哪喲哪喲，好就係呢片，我就會感覺講，我可能呢片你唱起來入下挺出力嘅。哪喲哪喲，係講落去表下樣上的嚇，係講你嘅腔調，就係台上寫上入變化，我想安樣先彈起來為本人感覺很下。比較舒服，很下自在，下自然，吼，你係我嘅建議。韓國兩團啊，吼，最尾只是會來衝入一啲啦，安樣本人嘅感覺吼，你係潤味會很下降，因為有人講嘛，吼，餘音繞梁啊，吼，所以從廬山歌啊，你都有講啊，比嘛個比戲當中唔係，其實係你嘅戲係少，你做得了你係潤味做到很下降。好，所以你係我嘅建議，希望你謝謝先生。謝謝嚇，嚟看一下大家分數。好，看一下彭清書嘅分數。阿里山神木被雷劈很久了。我看看，大概是6、7歲的時候，多年前呢，大概有60年前了。60年，對，他也差不多。好，正點嗎？今天要分享哪個故事？小時候有一次就發燒發到40多度。小時候多小的時候？你現在還是小時候吧？彭清書嘅分數。大家的分數有滿意嗎？一定要有努力的空間，他生忙的繼續打表下去啊！表到你96分啊！你希望有個成績。好，加油！大家好，順利當初哈。
係啦，沙來呢？沙來廖小婷帶來平板。嚟彈看下哈。小婷姐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嘿，安今本日分享馬介故事來分。大家談，係。好，我今日講係我嘅故鄉。係你嘅故鄉。係阿里山。阿里山。阿里山。係我出世嘅位所。哦。我所有姊妹全部喺阿里山出世。阿里山有客家人哦。有。多嗎？多嗎？很多嗎？阿里山。蠻多的哦。蠻多的。有青島客家人哦。哦喲。哦喲。但是你都不知道，佢唔啲嘅客人，佢唔講下，係專門講學咯，所以已經融入嗰種夾嘅文化啦。所以我姊妹專門喺阿里山嘅宿舍，我爸爸係公務人員，佢係喺阿里山的一種嘅火車哈，就是中心號車長。哦，係車長，然後嘿，然後我弟兄還坐搭爸爸的車，哇，好帥哦！哎啊，然後呢，孩子也有6、7個，然後爸爸下班，坐火車做那些台港人士去接的，有那個火車，中心號嗎？中心號是動景鋪的，那是日本進口的茶，這個呢種是石炭，就是或那個石炭煤炭的送煤炭的，對，那個是以前最老的。哦，中信號那個時候，我爸爸是車長。中信號就是算觀光用的那個，對，阿里山嘅小火車，對，小火車。我有坐過，因為阿里山我有去過1次還2次吧。那因為住在阿里山的時候呢，我的家的後面一打開就是可以看到晚霞，哇，可以看到森林，雲海、塔山，還有相片為證哦。對，這個就是日出哦，有雲海。打開了是看得到日出啊。哦，因為你要這邊看到東莞的，每常常都看到啊。哇，對呀，所以對他們來講不稀奇。連神木，你要是燒過嘞。這個是已經被雷劈過的啊！對，跟下波跟就會洗火柴哈。大概是我7歲還是6歲的時候，然後眼看着在我的家後門打開來，看着神木着火，嘿，雷擊。嚇死你！哇，那阿里山神木被雷劈很久了。哎，我看着它着火的時候是雷擊嘛哈，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念書，大概是6、7歲的時候，很多年前大概有60年前了。60對，你差不多。好正點嗎？沒有。
有一甲子那么久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啊，我那么老了吗？哎，对啊，快乐的童年。对啊，那很棒哦！回想到那时候，真的会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快乐，对，很棒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什么休息时间？好来，安尼唐亚水长的。唐亚恰几个欣赏。好来，今日也小田小子哈，创了一个平板，写出也阿里山的风光来，也是相当好啦哈，就记得也调摆时间。今日也高音部分哈，我直接都讲的啦哈，你创平板是冇乜嘅问题，高音部分也处理都相当好，但是为今日也有市场唔错了，上戏。一个戏是老相思，迄让你上瘾。今内我唱到戏啊，上戏了，上戏了，上戏了就冇重要嘞。所以啊，上戏了，上戏都差多的啊。今日归属的同学也一平顺啦哈，主要就会咬字一定要注意，好，再加油哈，加油加油！什么欣赏？谢谢，抢公主欣赏。那个小田小子哈，带在阿里山。阿里山的姑娘千会唱歌咧，所以讲今日唱的哈，韵味也以好，声也清强哈。不过呢，我感觉你要唱出阿里山的风光，你的故乡清强哈，你的面啊带笑容好大条啊，来介绍本大家听啊咧，安样嘅，行啊好，哈就安样。建议好什么？好，谢谢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来看分数。好，看一下刘秀婷的分数。好，很做对了哈，很做对，谢谢，还有4礼拜，好，加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回座休息，谢谢。好，沙雷，沙雷，罗子欣带来罗三哥，来，两个啦。你好，你听我们帮到俺那种善财童子，很可爱啊。对呀，等一下，对啊。啊，那今天要分享哪个故事？故事嘞？小时候有一次就发烧发到40多度。小时候多小的时候？你现在还是小时候吧？对，2、3岁的时候。2、3岁的时间。哦，40多度你还能存活？其实很高哎。对啊，很冲哎。那时候是
外婆照顾我嘛。哦，你要家婆照顾你。嘿，然后外婆那时候就跟我大概讲说我那时候状况，就说我那时候是整个是翻白眼，然后整个瘫软在病床上面。哦哟，死失人突啊，嘿啊，那个亲狗诶，洋葱诶。然后大概到了出院的时候，然后伊在医院就抽嘞，嘿，然后对，然后出院的时候，然后外婆就想要试着让我下床，就是那时候还不会走路。哦，2、3岁还不一样。对，那时候发烧的时候还不会走路。哦。然后大概出院的时候，然后外婆就试着让我下床，然后自己走路。然后下床之后，然后外婆就是吓到，因为我那时候下床的时候，我真的会走路了，发烧完之后就会走路了。哎呦，所以你是成长热是不是？台老公对长大的时候会一直发热。有2种事情吗？哦，所以阿婆就觉得很奇怪。哦，哎呦，那你有烧过，那会走路啊？其他有没有影响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可是读书的话就。这样我就了解了。那还好，那还好，看起来还蛮正常的，没有烧坏掉了。不会，冲过还好。对啊，不会啦，不会。好，谢谢你分享啊！因为这个故事说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是大人亲口跟他讲，他才知道，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说哦，3岁的时候我发烧哦，然后我有一次，然后发烧完，烧完以后起来我就会走路。一天太硬你讲啊！对啊，好啦，安尼来谈一下欣赏公平，谈一下欣赏公平嘛，哈，对，就下欣赏。後來之前兒用阿婆突然最尾一句講會乖乖，就會記得阿婆突然這個記得乖乖嚇，冇嗰隻創造人記創中冇照行通，嚇你啊老人家照顧孫咧，照顧奶，可能幾辛苦咧，哦，所以咁樣嘅主題非常非常嘅好。你會唱歌，唔過我家感覺你經過過你，你嘅口語是然後，又然後，見到個然後咁樣。用你講法，唱歌就用講法，你口語法，較自然啲位，練習講法吧。因為我家講經常都講國語嚇，主持人要人講下法語，聽話都講國語，你要句真。因為你學法講真，你唱嘅歌就會好聽。從強點要注意嚇，所以你今日司機唱嘅嚟以後是最尾一句。每乖乖是只，人家乖是聽夾數音，又比較行約的位，其他唱得非常好哈，人腳嘅唱得非常好，人家係個難能可貴，將來非常非常優秀嘅後生人，希望繼續加油。好，什麼欣賞？阿強在意欣賞。來補充下嚟，補充一下。我感覺哈，是哈，因為一個年紀嘅關係啦。年紀嘅關係咧，有啲位就像先生講嘅樣嘅，一個佢愛上氣嘅嗰種嘢嘛，嚇，冇太多成熟啊，成熟土嘅嘛，佢冇太多嘢做嘛，潮歌人嘅硬棒啊，也唔好啦。所以講有啲位唔係平平順順嘅別歌嚇，但是咧，我感覺係屬於嘛冇順啦，做乜會冇順咧？因為面前用嘅太像。急啊，唱急啊，你嘛，比如講呀，好的阿婆來吐愛啦，你那個速度啊，有速度有的位啊，唱急落去啊，所以你後尾就會俾人感覺係乜嘅，感覺係無順落去啊，係咁樣，好，你都注意下點做哈，慢慢嚟加油哈。好，安子先，好，來看一下嘅本書。看一下羅子賢嘅本書。我今年千里去96分，96分呢？哦，臭屁哦！哎呦，我一直下去哦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好，還有4個禮拜。好的，回座休息。可以哈。好了，撒下來，林義賢帶來3個字。來，彈啦。中年郎。
夸那，病死了钟啊你呀，来唱了嘎啦。高爱了爱那了，行真老路那，甘娘得老夫啊，爱情老呀那。用你主持人好，已經睇過好，係啊，今日分享埋個故事啊嚇。係分享一是愛有相片，所有的相片全都是要從來你阿爸，佢做數片阿爸哦，係啊，身材要按槍嚇。係啊，佢又冇槍阿爸，感覺要愛老阿爸按槍，係咪？可能唔咩做。你係你阿爸。讓愛爸，爸爸哈，好爽誒，看有真好爽。真係還是槍啊，上槍咧，清槍咧，嚇，係啊，冇乜個照用啊哦，而家即叫啲阿爸嘛，唔係有槍啊，哦，所以你同你爸爸合照是計為咗去撞你一種，係因為係當各種畢業就隨我背學士，所以親手帶到下。所以細細時間有冇翕到？跳歌係細細人係擺喺創神我必須創神嗰時，計相片見到種本人本張張啊，有到個細細個，人哋喺創，人哋按路用啲字幕創喺相片，你有冇下到節目啊？係要到見下本人做見嘅嘛，人家見到青島就多來，所以藝爸其實人是原來其實本原來佢喺唱片咩啊？佢翕當到計唱片啊，計黑膠嘅呀，全部本人本張張。哦，真現哦，黐架冇當佢嗰時啊，淨係我錢冇問題咧。哦，係啊，當大爽啦。其實我哋間兩時啊，我下頭擺民國70人家，從50人創到70人，我哋我下就親手做比賽嚟啊。所以過了後，我哋就冇比賽。過了後，嗰度80人過了後，我擺啦冇比賽。所以佢嘅另外同時。按等於過些些前排些是就冇送你這樣，係啊，時間無聊的，哦，非常嘅真實嘅一種相片啊，啊，真貴嘅飛，哇，是蒙泰國嘅分享，哎呀，冇聽到人爸爸唱過歌嘅啊，係啊，其實都應該有聽過哦，有冇？有嗎？有冇？有哦，對啊，喺搖下。上一輩嘅人，一過嚟都冇人比啊！來，唐先生公平下啦，蔡英先生。恁睇過今日大陸啲散歌詞，其實啲歌詞啊，我感覺。看起來非常嘅好，認為吼，你唔單淨係你對你阿爸嘅思念吼，韓國見過你唱出來啊，像我呢啲係後生嘅，彈起來就係當上嘅彈琴啊，你嘅阿爸唱山歌係唱到兩版吼，我想你係唔單淨係自家嘅思念，喊做得不我呢啲係後生人會想愛彈琴啊，因為山歌就係咁樣，特生人唱出來感覺，韓國你係氣氛冇強樣。都係特生人唱，就係一擺嘅學習，嚇，所以我相信嘅阿爸聽唱山歌唱到當好，嚇，因為你唱的就當好咧，嚇，嘿，我叫你辦事啊，唔係啊，當好咧，嚇，係講做得。本意建議吼，我是感覺講可能係聽意記，家己係秉持住你啊，你秉持唱嘅時間，你當入家只了唱冇吼，係講愛來唱吼，愛處理家法，愛就唔會假，
好，因为彼此做得接到後輩嘅中意，其實我會感覺私下清楚嘅表態，第二吼，我感覺嘅人民容易講你來場，我相信會有很下好嘅人民。係，所以我就按樣先建議啦，吼，你做只參考一下。不過後輩三件事，我就非常嘅重視佢，因為來參加哦，非常嘅好，按樣嘅處理，每一個人也受到動獎。吼，其實就像頭先嘅林展毅老師講嘅吼，其實咧就係因為後生人相時吼經驗累積，吼咧唔單止係要用學習學嘅來，還要有經驗，係所以咧一點我非常嘅肯定，從頭當好談，是夢英。好，是夢英先生，係啊，請佢先生。好，一個同人講嚇，一齊講嚇，易金先生，係，你講嘅啊，夫婦無牽制啊。所以我講要傳統廿八一樣嘅一個神韻啊。最主要就講，你唱出嚟一個韻咧，也一般人嚟去唱歌唔可以拿出嚟唱咧。簽到嗰種專韻，我以前喺度，人講較早嘅人嚟唱嘅，但我要，所以也我希望你好好發揮落去。雖然講以前人把上當了，但是人要咩比賽要咩多少有鐵石嘅，要咩鐵石嘅，所以我講你啲藝生唔好，就會講一樣，唔是你就照正常嚟唱，所以講我都會談嘅時間，我要注意談到講，人嘅專韻確實比一般後生人專嘅韻要較正，所以人用嘅嘛。我上完後唔怕，我用我韻嚟提升嘛，所以唔怕，你就不滿同樣踩線，好好一邊，相信還會有好嘅成績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謝謝，謝謝，來看下分數啦，來看一下林婷嘅分數。好，快夾爸爸的真漢面子啊嚟啦！好，謝謝先生。分數輕於面子，雙面帶你96分，95啊，加油啊！還有4禮拜哦，好，安子生多謝，好了，再別當錯，可以哈。好唱歌片夾大天包，人96667人，人6人，還有傳真天包，人1177813。好，等大家來報名哈。等大天包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，安子生，什麼先生，辛苦咧。還有黃鳳子先生，黃鳳子先生，辛苦咧。什麼？有喊張偉亮。好，永遠恭喜全世界於4個禮拜繼續加油哦。對。什麼小強老師，還有樂隊老師，什麼各位欣賞，謝謝，謝謝安子生，還有工作同仁們，大家很辛苦啊，謝謝，謝謝。下禮拜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講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